我都係第一次喺日本滑雪唔使錢啫。你睇下，真係換到滑雪票嘅。今日我哋就嚟到日本嘅豬苗代滑雪場，唔單止滑雪票係免費啊，連打蠟都免費。呢部係日本第一部自動打蠟機，只要你將塊板俾工作人員，10秒鐘之後你塊板就會好似新嘅一樣。你睇下，上好蠟幾靚。滑雪場裏面仲有好多唔同嘅特色賽道，例如呢一個咁樣樣，只要你俾會員卡佢鬥快咧，就會可以上到榜噶啦。不過我打咗蠟都係排71，仲要練習啊。如果你中意挑戰難度咧，呢段 Mogo 就啱你啦。你睇下後邊斜到，我冇擰斜個鏡頭㗎，真係咁斜啊！呢啲 Mogo 又斜又大嚿，真係好挑戰我哋嘅體能同埋技巧啊！當然唔少得嘅就係每個滑雪場都要有嘅敲鐘環節啦。呢個打卡位簡直靚到爆啊！呢個滑雪場非常適合初學者啊，雪道寬闊又唔太斜喎，最正係可以一路滑雪一路睇到咁靚嘅豬苗代湖。由於係地方經營啊，餐廳都唔會太貴。另外仲有完善嘅租板服務同埋非常之乾淨嘅更衣室俾大家使用，非常方便啦。至於點解滑雪場係免費呢？原來係由一間公司贊助呢個滑雪場去振興呢度嘅經濟嘅。只要你去到呢個網站免費註冊會員，就會得到一個 QR code，跟住你就可以憑 QR code去換免費嘅飛啦。記住 follow 同埋 share 俾你朋友睇啊！